去年寒人因為這雨真少，所以今年這龍眼參荔枝呢，花嘛開了無介好，嘛影響到筆的收成。伫咧彰化這農民是表示講，4月初咧加筆的時，佮拄着落雨，嘛互這採收期提早結束。也那縣政府農業處估計，今年這筆的產量恐驚敢若剩舊年的2-3成爾。原本這個時陣愛有高粒仔的荔枝欉，卻敢若透紅無開花，這是因為舊年寒冷，溫度偏懸，欠雨水，地處彰化縣荔枝欉甲龍眼欉的花開少，嘛因為台灣蜂農大部分攏咧荔枝欉甲龍眼欉放蜂仔採蜜，所以連帶影響蜂農的收成。今年花開了無講介好，差不多3成左右，閣拄着清明節落雨。連續落幾啊天，尾啊龍眼花咧開時落大雨，就會影響到，花嘛拍了去，就提早下課啊。蜂農表示，今年原本就因為荔枝、龍眼開花無理想，影響收成。要採收加筆的時，閣拄着落雨，嘛互採收期提早結束。荔枝蜜參舊年比起來減少4成，龍眼蜜剩無1成。農民就講，極端氣候互飼蜂的挑戰愈來愈大。即馬咧照顧蜂仔是愈來愈歹照顧，一寡病蟲害，一寡農藥的問題。攏愛加注意安尼。今年因為雨水比較少，又碰到剛好就是蜜蜂在採蜜的這個時候，剛好這個蜜沒有浮上來，所以導致說整個的那個蜂蜜的產量就減少。那以目前來估算大概剩下去年的2到3成。縣府農業處表示，因為氣候影響，今年全台灣的蜜普遍收成的量攏無好，但是並無影響蜜的品質。縣府講會透過評鑑建立銷售平台，協助蜂農行銷，提高農民的收益。記者楊淑晴，中華報道。